我会用国语跟广东话会讲两遍。我先讲国语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快闪的升旗仪式。为什么我们会选7月1号呢？在1997年的7月1号，香港被迫就是变成中国的殖民地。经过我们30年香港的抗争，在2019年开始，到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正式失败。我们香港人现在全部都流亡各地，但是我们没有放弃。我们会选今天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今天是见证我们香港死去的那一天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升旗仪式？就是我们要表达我们香港人不承认这个特区的旗号，像中国的旗号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国旗国家。等一下升旗的時候，希望大家可以安靜肅立一點。好，我翻廣東話講，歡迎大家嚟到快閃升旗儀式7月1號。我哋1997年7月1號就係香港由英國嘅殖民地變成中國嘅殖民地。我哋經歷30年嘅抗爭，由議會去到街頭抗爭。2019年，我哋嘅反送中失敗，去到2020年，國安法喺6月30號生效，我哋香港喺嗰一刻已經係徹底係失去自由。我哋香港人流散喺各個國家，我哋冇放棄，我哋係堅決唔承認特區，堅決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嘅管治嘅主權。所以我哋今日嚟到呢度，堅持我哋嘅信念，去升我哋嘅香港嘅旗，去表達我哋嘅不滿。一陣間我哋會開始去升旗儀式，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安靜同肅立。播得，心歌咧？播得。要近啲，要近啲。近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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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啲。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！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！希望我哋之後嘅機會就唔喺台灣升旗，而喺返香港去升我哋嘅旗。多謝各位。前面的這個紅色旗，歡迎大家去踐踏，歡迎大家去踩我哋呢個抽氣扇同埋垃圾5星旗。我哋呢個設置會擺到暫定係8點鐘啦，咁歡迎大家嚟踐踏嘅啫。
打個卡，或者踩一啲獨裁政權嘅旗幟啦。